多重認知下的同一個上帝。今天，讓我們來討論一下多重觀念，即如何看待上帝。第一種感知，不同的聲音只表達一個意思。第二種感知，只有一個內容，但有不同的封面。第三種感知，只有一個目的地，但有多種路徑和方式到達。第四種感知，憑借個人有限的經驗。現在讓我們討論第一種感知。我們都知道，音樂是國際語言，每首曲子的旋律都能打動每個人的心，不分地域和宗教。在沒有任何語言歌詞的情況下，器樂語言更是如此。但是，如果不同語言的人試圖引由樂器和特定語言抒情文學組合而成的旋律，它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後停止靈引。原因很簡單，因為它無法理解抒情文學的內容。現在，這種不同的語言斜線文學，無異於不同的宗教。請你把音樂和文學分開嚟理解，音樂的旋律放之四海而皆準，悅耳動人；而文學作品則像宗教經文或祈禱文，只有少數人才能理解。這就是上帝與宗教。當我們以這種混雜的宗教觀來認識上帝時，我們之間就會產生分歧和好惡。因此，對於那些無法理解宗教內容的人來說，宗教就成了噪音。因此，我們是否應該崇拜這唯一的神、唯一的旋律、唯一的感知，以培養我們之間的友愛？現在，讓我們談談第二種看法，即不同封面下的同一內容。讓我們來看看聖經希伯來語的原版或第一約。這本聖書後來演變為新約，無論是新約還是舊約，它都是上帝的話語。這本聖經後來被轉錄成地球上所有數百種語言。無論追隨者來自不同的語言和地區，聖經的內容始終如一。這種現象表明，聖經的內容是地區性的。如果你把伊斯蘭教、印度教、古蘭經和博家梵歌等其他宗教的聖典也放在一起看，它們的核心主題也都是唯一的神。這種現象只是宗教間的現象，因此，無論是宗教間還是宗教內的主題，其內容都只涉及唯一的神這一單一概念。但悲劇在於，一個宗教憎恨另一個宗教，而另一個宗教也在處理同樣的內容。所有宗教的基本原理都讚美唯一的神和他的榮耀。神是無所不在的，或者說是無所不能的，他已成為宇宙的每一個微小部分。不同宗教的封面只涉及一種內容，這在不同宗教信徒之間造成了隔開。讓我們嘗試只關注這一內容，從而消除理解上的障礙，促進普遍和諧，實現幸福美好的生活。現在，讓我們來談談第三種看法，那就是到達一個目的地、一個神的不同路徑和方式。讓我們以某些宗教的目的地為例：穆斯林的麥加、基督徒的伯利恆、
印度教徒的瓦拉納西等等。所有這些宗教的朝聖者，都通過不同的路徑和路線到達同一個目的地。這就好比條條大路通羅馬，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一個目的地，那就是上帝的終極目標。在這裏，每一個尋路者的種族、地區、宗教都無關緊要，所有人都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團結在一起。上帝，唯一的上帝，宇宙萬物的偉大主宰。現在，我們將討論我們有限經驗中的另一種感知。在這種情況下，讓我們討論一下6個盲人和大象的偉大故事。上帝是如何誕生的？一天，在一個村莊裡，有6個盲人在街上行走。碰巧那天，一位記帳的馬夫正經過這條街。許多村民，尤其是孩子們，都被大象吸引住了，開始跟着大象，圍着大象喧嘩起哄。這6位盲人雖然無法看到大象，但卻被大象周圍人群製造的噪音和喧鬧所吸引。過了一會人，這些盲人表達了他們的願望和要求，希望能感受和了解大象。馬夫同意考慮這6位盲人的請求，並給予了同情。他允許他們每人觸摸大象幾秒鐘，並安排他們圍着大象站成一圈。在這幾秒鐘裡，每個盲人都觸摸了大象身體的不同部位。第一個人摸大象的軀幹，第二個人摸大象的耳朵，第三個人摸大象的腿，第四個人摸大象的尾巴，第5個人摸大象的象牙，第6個人摸大象的腳。大家都很滿意，感謝馬夫給他們帶來的美好體驗，以及他們對大象的喜愛。大象離開後，他們開始討論和分享他們對大象的體驗。一個人說他像牆，另一個人說他像柱子，船有人說他像繩子，船有人說他像管子等等。他們對大象身體的特定部分都有具體的體驗。這頭大象就是神，而這些經驗不完整的盲人相互爭吵，就像來自不同宗教的盲人。神是唯一的，只有一種獨特的體驗。完整或全面的經驗意味着完全的寂靜，沒有討論，沒有辯論，沒有爭吵。請點讚、分享和訂閱。你的 Murthy CSR